最後一個。 佢爆帶啊！打啊！拍佢，大力啲拍佢！ 打拳打晒去，20秒啫，20秒啫，係10秒啊，打晒去，跌開係，跌，好打晒，比賽結束。你仲先啦，唔該啊，大馬前路喺兩個拳頭。 少開夠力都好有力頭，雙方咧都打得非常之好喎。咁啊，始終咧我哋只能夠兩個咧，只能夠揀一個咧，係成為我哋嘅聯盟，亦都係代表香港去參加世界賽㗎。嗱，請雙方拳手咧出場啦！一致平定，紅方勝。 好，恭喜紅方拳手，南方拳手咧都打得非常之好㗎嚇，希望下次咧有更好嘅表現。我哋呢一場嘅頒獎嘉賓咧就係我哋請到香港泰拳理事會嘅創辦人，亦都係今日。